咁我3年前嚟到台灣之後都算積極參與好多唔同嘅藝術工作或者唔同嘅展覽嘅。咁相比起以前喺香港，可能喺香港擺個展覽都會被投訴，俾大公文會攻擊。但係嚟到台灣之後，你會感受到個氣氛真係自由好多嘅，甚至乎台灣政府上都會支持俾我哋呢啲外國嘅藝術家。咁我都有喺政府嘅一啲美術館都做過展覽過，which 喺香港一定唔會發生啦。即係我嘅作品係有相當敏感嘅議題底下，咁呢個就可能係喺台灣係真係叫做享受一個自由嘅國度去做我嘅創作。但係當然啦，我喺台灣就未有一個台灣人嘅身份啦。咁所以我叫未攞身份證冇護照，即係唔係台灣國民底下咧，就好難申請一啲政府嘅補助嘅。咁所以喺呢個嘅經濟資源缺乏底下，如果真係要全職做一個嘅藝術家，對於我嚟講係相當有困難。咁所以都會要繼續做唔同嘅 freelance 嘅工作，去維繫我接下來嘅創作工作咯。